今日想同你傾一個好爆炸性嘅話題。最近我打開 LinkedIn 或者一啲 marketing 群組，甚至係同啲創業嘅朋友食飯，大家都不約而同講緊同一句説話：sale 已經死咗啦。以前大家爭崩頭要去搶 Google 排名第一頁，而家好似突然間變得毫無意義咁，個個都轉口風，話要搞咩 AIEO、GEO，其實係咪真係咁誇張？定係又係班 consultant 想呃人錢搞出嚟嘅新 buzzword？其實 sale 已死呢句説話，過去10年我諗聽過不下20次。每一次 Google 改 algorithm，大家都會嗌一次救命。不過今次個情況又真係有啲唔同。如果你問我 sale 係咪死咗，我會話：如果你仲用緊5年前嗰套填鴨式篩 keywords 瘋狂買 backlinks 嘅方法，咁就真係死得好徹底。但係如果講緊被搜尋呢個概念，佢唔單止冇死，反而進化成一種更高級、更難玩嘅遊戲，就係你頭先講嘅 AIEO 同 GEO。即係話個戰場轉移咗啦。但我好想搞清楚，其實 AIEO AI Engine Optimization 同 GEO Generative Engine Optimization 到底有咩分別？聽落好似好科幻咁，係咪即係我們要去討好 ChatGPT 或者 Perplexity 呢啲 AI，而唔係討好 Google 搜尋引擎？冇錯，個核心邏輯變咗。以前做 SEO，你想象下 Google 係一個圖書館管理員，你問佢：我想學整梳乎厘，個管理員會指住個書架話：嗱，嗰邊第一排第3格有10本書，你自己去揀啦。呢個就係傳統 search engine，佢俾條路你去行。所以你以前做 SEO 係要爭住做嗰10本書入面封面最靚、個名最搶眼嗰本，等人去 click。個比喻好形象化。咁而家呢？而家嘅 AI search 好似 ChatGPT 或者 Google 嘅 SGE Search Generative Experience，個管理員變咗做一個博學多才嘅私人助理。你問佢點整梳乎厘，佢唔會叫你自己去輸，佢會直接睇晒嗰10本書，消化完之後直接話你知整梳乎厘要3個蛋幾多糖，步驟係點點點。重點係佢講完個答案之後，可能只係喺最底或者句子中間細細隻字提一句。資料來源係 A 網站同 B 網站。咁即係話，如果我個網站做唔到佢個答案嘅一部分，我連被提到嘅機會都冇，甚至乎就算我被提到，啲用家都未必會 click 入嚟我個網，因為 AI 已經俾晒答案佢。Bingo，呢個就係所謂嘅 zero click search 零點擊搜尋時代。以前我哋做網站最緊要係流量，要人入嚟睇廣告或者買嘢。而家 GEO 嘅玩法係你要令你嘅內容權威度、結構清晰度，令個 AI 覺得非引用你不可。如果 AI 覺得你啲料係垃圾或者只係抄人哋嘅，佢直接 ignore 你。所以 SEO 變成了即係由針對搜尋引擎優化變成針對生成式內容優化。咁聽落對於做內容創作者或者中小企嚟講係一個好大嘅打擊喎。以前我寫一篇長文，呃到人入嚟睇，就算佢唔買嘢，我都有個 page view。而家 AI 讀完我篇文，直接講俾個客聽，個客攞完料就走，我1毫子都收唔到，甚至連流量都冇埋。咁大家仲點解要寫文？這豈不是變相為他人作嫁衣聲？這是一個非常深刻嘅問題，甚至係成個互聯網生態嘅危機。這就是所謂嘅工地悲劇。如果所有人都唔再產出原創內容，因為無利可圖，咁 AI 將來去邊度學新嘢？佢最後只會不斷重複自己生成出嚟嘅舊資料，變成一個近親繁殖嘅循環，資料質量會越來越差。不過如果我哋樂觀少少睇，商業模式係會變嘅。對於品牌嚟講，GEO 嘅重點唔再係流量，而係 share of voice 聲量份額。聲量份額可唔可以具體啲講下點操作？舉個例，
假設你係賣一種好專業嘅跑鞋，以前你可能想個客 search 跑鞋推薦，嗰陣見到你個網，而家你嘅目標係當個客問 ChatGPT，我想跑馬拉松，有咩鞋保護膝頭最好？個 AI 回答，根據專分析 X 品牌嘅跑鞋，因為有 ABC 技術，最適合保護膝頭。要做到呢一步，你唔係要去篩 keywords，而係要喺網上建立大量嘅可信信號。例如要有真實嘅測評，要有權威媒體嘅報導。你網站嘅結構要能夠俾 AI 輕易理解你個產品嘅參數。你要由被搜尋變成被推薦，這就是從 SEO 到 AIEO 嘅質，變由爭奪眼球變成爭奪信任。即係話以前可能靠啲內容農場或者標題黨可以呃到飯食，而家喺 AI 面前，呢啲招數會全部失效。因為 AI 係睇內容嘅邏輯同關聯性，而唔係單純睇你有冇嗰個關鍵字。絕對係。AI 其實好聰明，佢識得分辨咩係有價值嘅見解，咩係行貨。所以 GEO 嘅核心策略其實係回歸到內容嘅本質。你需要有獨家數據、獨特觀點，或者係非常深入嘅專業知識。簡單嘅資訊性內容，例如蘋果有咩營養，已經冇價值，因為 AI 秒答。但係複雜嘅決策建議或者帶有個人經驗嘅故事 ，AI 生成唔到，佢必須引用人類。唉，咁樣講個門檻高咗好多個。以前求其請個 intern 寫幾篇文就叫做了 SEO，而家可能要請個行業專家嚟寫先搞得掂。但係我有個疑問，既然大家都話要轉做 GEO，咁具體要點做？係咪要改晒網站嘅 coda，定係寫作風格要變？其實有幾個實操嘅方向。第一，結構化數據 （structured data） 變得超級重要。你要用 coda 標記清楚你嘅內容，話俾 AI 知邊度係價錢，邊度係評分，邊度係作者資歷。你要餵到嘴邊俾個 AI 食。第二係語意關聯。以前你可能寫一篇文章講咖啡豆，你就狂提咖啡豆。而家你要建立一個知識圖譜，你嘅文章要涵蓋咖啡豆嘅產地、烘焙法、風味輪，甚至係沖煮溫度。因為 AI 係透過理解成個 context 嚟判斷你專唔專業。如果你只係單點式咁提 AI 覺得你料唔夠堅。第三，亦係最重要嘅就係引用率。你要諗辦法令其他權威網站引用你，因為 AI 判斷可信度好大程度係睇邊個信你。聽落好似學術界寫論文咁厚，要講求引用同權威性。咁我想反問一個比較哲學性嘅問題。如果未來大家都係透過 AI 獲取資訊，而 AI 俾嘅答案往往係最優解或者主流意見，咁人類嘅思想會唔會變得好單一？因為以前 search engine 俾10個結果我可以睇下啲冷門嘢，而家 AI 直接俾個 summary，我係咪失去咗探索嘅機會？你問得好好，呢個係便利嘅代價。AI 係一個極致嘅效率工具，佢傾向俾一個平均值或者最大公約數嘅答案你，這確實會令到邊緣嘅小眾嘅聲音更難被聽見。但係正正因為咁，我認為未來真正值錢嘅反而不是資訊，而係人味。當 AI 能夠完美解答所有理性問題嘅時候，感性嘅連接、社群嘅互動，甚至係一個活生生嘅人喺 podcast 入面同你吹水、講廢話、講錯嘢，呢啲不完美同真實感，反而係 AI 模仿唔到嘅。即係話 Sano 或者 Gano 做到極致，最後都係要返去經營品牌同人設。因為只有當你成為一個鮮活嘅 icon， 啲人先會特登去你，而唔係問 AI。冇錯，你可以想像下，將來有兩種流量，一種係
AI 派發嘅流量，呢種係給予解答嘅，競爭極大，贏家通吃。另一種係指名道姓嘅流量，即係個客唔係問 AI 邊間咖啡好飲，而係直接同 AI 講帶我去 A 君開嗰間咖啡店嘅網頁。IEO 係幫你爭取前者，但真正令你立於不敗之地嘅係後者。所以唔好因為 SEO 死咗而恐慌，應該要慶幸嗰啲靠搬字過紙無靈魂嘅垃圾內容時代終於要結束。真係好諷刺，科技越進步，我哋反而越要回歸到最原始嘅人性同信任。今日傾完，我發現所謂 SEO 已死，其實係平庸已死喎。精批平庸已死，專業永生。如果你還真正有料個 AI 時代反而害你個放大器。如果你本身就係濫竽充數，咁 AI 就係你個送中人。好一句送中人喎。聽完今日嘅分享，相信大家對未來嘅流量玩法有個新嘅概念。唔好再盲目追 keywords 啦，專心做好內容，建立你嘅專業護城河，先係長遠之計。係啊，既然改變唔到個浪，就學識點樣衝浪啦。多謝 B 今日咁深入嘅分析，我哋下集再見。下集見，拜拜。